你以為做父母最難嘅係湊仔？其實最難係當你人到中年，突然原諒咗當年唔完美嘅父母，夾喺中間嘅年紀。正所謂上面有老嘅，下面又有細嘅。以前呢，你就怪阿媽脾氣唔好，怨阿爸冷漠唔出聲。依家你捱過啦，先至發覺原來佢哋當年為咗頭家已經俾晒佢哋所有，俾出佢哋最好嘅愛。你終於理解咧父母嘅唔容易。但係最得人驚嘅係咩？係你發覺自己不知不覺間變成咗佢哋。你因為壓力大，對住伴侶冇耐性，對住啲仔女咧就黑面。你用緊上一代嗰套冷暴力同埋發脾氣，去複製緊原生家庭嘅創傷。你個心咧好攰，因為你一直冇被真正療癒過。理解父母唔代表要複製佢哋嘅模式，唔好俾原生家庭嘅痛咧毀咗你依家嘅婚姻。我整理咗一份代際遺傳檢視表，免費送出嚟，等你學識點樣斬斷原生家庭嘅負面循環，真正放過自己。留言冰山，我私信發俾你。